我在养鸡场上班。他说他在鸡场头上班，一鸡婆，是当鸡婆差不多，那就当鸡婆嘛，来吃这些噻，30块钱一回。今天车子爆了胎，他说他今天去打了胎，是不是你了？打你晓得不？哎呀，凡是自己做的事情的都不是真事。那当然不跟你说嘛，要去讨论就是不要得。今天我们老板收入有50万。他说那老板跟那50万是不是你哟？哎呀，肯定是你。差不多哈，两个是穿一身换一套的哈。啊，我男朋友姓钱。他说他男朋友很有钱喽，这好多个了，就是都在这边有钱的，就是。小火汤有营养。他说他在外面有人养的，这都是飞机走，飞机走了是漫天过海的人，这种没得养噻。我年后想去湖南。他说他年后要回来，这一整飞机走来，哦，隔远点，但是也回来从嘛，我们这个你敢做子嘛？